美国白宫公布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，咱台湾奉写着8解，是强调咱的半导体也有战略位置的重要性。也若是跟主权有牵连的，过去拜登时期是强调讲无支持台湾独立，也若是这回 Trump 政府是写讲无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 总统怎么看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？里面有8次提到台湾。总统确实下手无回应。美国川普政府当地时间7日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专文33页，内容唔拿8摆提到台湾。美国伫拜登政府时期伫内容中表示无支持台湾独立。川普2点控是无提起这段，是讲美国无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、延续性的。虽然在川普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强调美国优先、盟友分摊的概念，台湾都一直被视为美国不可取代、不能退却的战略、经贸以及科技重要的伙伴。呈现出来的态度是，美国不愿意再像过去一样无偿的去提供世界秩序，而是更加注重国内的发展跟美国自己本国国家利益的保护。但是针对中国大陆，他们的用语是非常谨慎的，显示美国会利用多元的手段来面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变数。为川普第一任期随后拜登政府到今嘛，川普2点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起台湾的次数也为3摆、5摆、8摆愈来愈侪，表示台湾的重要性。除了伫生产半导体领导地位，上重要也是战略位置。也毋过报告中虽然也呼吁日韩爱提悬对台支援，也毋过提起中国的部分，言辞更较谨慎，避免伤过强烈。学者认为这是接应俄罗斯副总统的战略技术，无直接指责中国，所以也做好所有上歹的准备。提出美国跟盟国都要有这个集体防卫的能力，等于间接的替高市早苗首相的启动集体自卫权的说法提供背书，也是象征地缘政治的翻转。因为以往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是联合中国，就是围堵苏联，那现在的情况则是相反，中国变成最大的威胁，所以美国联合其他的盟国防备中共在印太区域就是扩张。学者呼吁台湾得到各国的支持，更较爱把握战略时机，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才会当发挥集体安全的作用，协助中共的军事混乱甲威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